係咪勞資糾紛？小妹唔係一個即係好勁好無敵嘅人，但係即係你要有我嘅實力，係會有我會 show 到俾大家睇。好，又嚟到我哋企業超 talk， 我係你嘅 Lawton Sir。今日咧好高興咧請到一個美少女啊，咁啊嚟到我哋做一個訪談。咁啊佢嘅專業咧就係做一個教育科技嘅啊，咁啊好多謝今日 Kaso 嚟到我哋做一個訪談啦。咁 Kaso 可以介紹下自己，你做咩業務啊？你生意嘅過程係點樣？好啊，大家好，咁我叫 Kaso 啦，咁小妹又姓劉嘅，咁我就係 Hackertail 嘅品牌，資安品牌嘅聯合創辦人咁樣啦，係啦，最初佢其實係即係有人同我一齊創立嘅，不過就而家有我自己一個人去做咁解啦，所以我都會掛翻Founder呢個名，咁另外我係即係一間教育科技公司嘅聯合負責人啦，咁其實呢兩邊嘅公司做嘅性質都幾似嘅，只不過 Hackertail 會係更加側重喺資安方面嘅教育啦，咁另一間教育科技嘅公司，我哋主要係服務中小學嘅，咁而家嘅重點我哋會係做 AI 同埋 robotics 啦，會推小朋友上去世界機械人大賽等等。好啊，想問下你咧，點解當初咧會創業做呢個行業嘅？應該咁講啦，長話短說，咁我之前其實係港大即係音樂畢業，好似即係唔係好拉楞咁樣啦，但係就機緣巧合有個情況，我係可以接觸到一啲前輩啊，同埋可以接觸到 programming 方面嘅嘢。其實我以前都有即係做開 KOL 嗰啲嘅，即係有影開 social media content。咁嗰時我碌到一啲 coding 嘅 content， 我都覺得好似幾有趣嘅，即係想搵個契機去接觸咁樣咯。所以經由興趣啦，同埋前輩介紹之下，我就即係誤打誤撞入咗呢個行業咯。你啱啱畢業啦，香港 U 畢業之後咧，就放棄呢個高薪職業啦，咁啊去投身啲高風險科技同埋教育科技啦。咁你自己有咩睇法㗎？去到呢個階段？去到呢個階段，做緊自己嘅中意嘅嘢，咪 OK 咯，冇問題。不過我都必須要即係去分享一下，咁就可能其他屋企人都會咁睇㗎啦，即係你呢個專業，我當你即係去政府工啦，因為我其實屋企我唔介意透露係真係公務員出身嘅，唔係商人出身咁樣。咁佢哋都有一個好穩定都唔錯嘅收入。咁佢哋話其實你入職，我當你個成績已經入到 EO 啊，甚至係 AO 已經係6萬或者3萬咁樣起跳，即係佢哋一開始都會即係有咁嘅睇法或者說話咯。但係我都即係堅持咗1.5年，咁佢哋就有我話你有興趣就好啦，你繼續啦，不過睇住身體健康咁樣咯，即係我俾人咁講。咁你創立呢個 Hackertail 咧，嗰個初衷係點解要創立呢間公司？應該咁講係一個意外嚟嘅，因為以前 Hackertail 佢唔係叫 Hackertail，只不過係一個服務就屈咗係一間公司，即係旗下一個服務咁解啦。不過就分咗家出去。咁而家我想做嘅嘢，即係都係跟翻以前自己嘅初心啦。一就係可能做自己中意嘅事，即係帶翻一個教育同埋歡樂去俾大家，即係俾大家可以享受到，喂，原來資安，原來 AI 呢啲科技我都可以接觸到，我都可以學到，可以幫助到自己嘅生活，幫助到自己嘅職涯規劃，甚至係做啲好玩嘅嘢出嚟，係啦，自己可以 entertain 嘅。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有意義。你啱啱開始創業嗰陣時，最大嘅難題喺邊度？可以分享少少嘅，即係一開始創業，因為我係分家出嚟嘅，咁所以嗰啲風波啊，或者係可能有其他唔同嘅聲音啊，都會諗係咪勞資糾紛，或者係係咪你有冇料㗎？即係一個20幾歲嘅妹妹仔出嚟，見你好似冇考 cert 咁樣。咁所以都面對呢啲聲音，我覺得信任，攞人哋信任呢樣嘢係一個即係 big challenge 啦。即係尤其是你要攞資金或者係攞啲活動或者生意嘅 opportunity，即係歸根究底，我去翻一個底層嘅邏輯就係信任。所以我會話信任係一個最大嘅挑戰咯。而家睇翻啦，你做創業咗一段時間啦，睇翻喺個過程裏邊，你得着咗啲乜嘢？可以分享一下嘅，尤其是我創業前後嗰個對比啦，即係我都好實不相瞞。咁我其實即係接觸 programming，甚至創業之前，個人生真係冇點好好規劃咯。即係可能中意打機呢個時候，我想打機就打10幾個鐘噶啦。
咁跟住我啲學業都諗住求求其其畢業算啦咁樣，即係港大唔會差到去邊度去嘅。點知即係畢業我先發現，因為始終我嗰科音樂啊嘛，咁出到嚟就發現好難適應呢個社會啦，同埋即係同人哋溝通啊、合作啊呢啲，即係都會有一定嘅難度啊。所以我創業之後，我反而係學識咗最大一個能力就係韌性啦，同埋嗰個適應力啦，個人會自主咗去學習去接觸唔同嘅機會，即係呢個係我最大嘅轉變。即係我都會發現原來我啲財富啊、經驗累積啊、所有嘅人物啊、結識嘅機會啦，即係都要由我自主性啊一個內在嘅 core 嘅改變去出發。即係呢個係我最大嘅感悟同埋最大嘅得着咯。OK， 即係個責任感大咗。係啦，真係成個世界啲網絡好似唔同咗咁樣。以前個人真係都好短視。OK， 係啦。OK， 我想問下咧，你哋做教育科技啦，你其實你主要嘅客源喺邊度嚟嘅？我會分為兩大類嘅，或者三大類啦。第一類咧就係即係本地嘅中小學，點解我會話佢哋會參與咧？因為我哋旗下咧其實就有同另一間公司就合作有關 AI 同 robotics 嘅項目。咁我教育科技嗰間公司咧就係要即係做一啲比賽嘅培訓啦，而嗰個比賽咁啱就同 UBTech 嗰邊係簽咗 SoAgent， 就叫香港 RoboG 嗰個比賽。咁嗰個機構咧，佢哋就授權咗我哋即係ITED 嘅教育科技公司去做比賽培訓。咁我嗰邊 Hackathon 都會做友情，即係去推廣咁樣。咁成件事變咗好多中小學，佢哋就透過我哋呢個唯一途徑去參與一啲比賽，去攞一啲世界認可嘅資格同埋證書，係啦。咁第二類咧就係成年人啦，或者係家長啊、親子，係因為其實成年人或者家長佢哋都好想即係接觸而家現時嘅科技啦。因為育兒佢哋都諗緊會唔會引用翻啲 AI 啊，做翻一啲工作紙俾小朋友去學習咧？或者大人都會諗而家嗰個失業率好似有啲高喎，係唔係都裁員咁樣？可能我40幾歲就俾人裁咗啦，咁我會諗下有啲乜嘢我係可以學習。例如最近我都有推出一啲 freelance 嘅課程啦，咁就即係教大人點樣去即係做一個 freelance 嘅工作，係有啲乜嘢要注意，咁呢個其實反應都唔錯嘅咁樣。咁第三個就係我哋做緊一啲海外嘅客源，因為我哋有同海外其他 business 有合作，我會講 Bugtrace AI 嘅，咁佢其實係一個 security agentic 嘅 AI 啦，咁就同西班牙嘅團隊合作。係啦，咁呢個我哋做住 open source 先，即係通常我哋係會做呢類嘅合作去吸納唔同嘅海外人士去即係用我哋嘅 AI 或者用我哋嘅服務，我哋都會有做嘅。好似而家咧呢啲年青人啦，唔好話年青人啦，好多人都運用 AI 呢樣嘢去做工作依賴咗佢哋啊。咁喺個 security 裏邊咧，你係點睇咧？點樣預防咧？應該咁講啦，即係大家都好想用 AI 呢個心，我係 feel 到嘅。不過 security 嗰方面，我哋都會做多啲嘅普及教育，因為好多時候年青人就冇為意，可能擺咗公司啲資料上去客戶嘅資料上去甚至人樣上去，係啦，因為 Gemini 啦，我舉例啦，佢哋其實已經有規咗例係唔俾隨便去換人樣換人臉嘅，但係如果你係擺咗啲資料上去，其實都有機會，即係起碼你個 account 即係會有Google 嘅官方佢係會收到你個人臉嘅資料啦。雖然佢唔會用嚟 train AI， 但係個 data 始終係都會 storage 到嘅。所以你第三方嘅資料或者你自己嘅人臉係咪咁想俾其他公司去 keep 住啦，或者去知道咧？呢個係要考慮嘅點啦。咁另外都有發現啲唔係太 ethical 去 use AI 嘅情況，因為 ethical 呢樣嘢就放諸四海，就未必大家同一個標準嘅。可能有時候大家開玩笑玩大咗咁樣，係即係例如近排我就有收到一啲學校，佢哋個校歌就俾人二次創作，即係啲 AI 咁樣改，咁可能嗰個人就好深嘅。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法例嘅要求啦，同埋版權條例呢啲都有機會令到當事人係蒙受一個即係法律嘅風險。可能呢啲人年輕人都唔太知嘅，所以都要即係做多啲普及咯。我係認為。OK， 喺 AI 方面你就可以喺保安方面啦都幫到手啊。另外頭先同你傾偈咧，你都會講開
機械人比賽嘅，咁你都係攞埋獨家嘅，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呢個機械人比賽嗰個方面嘅資訊？好啊，可以講多啲嘅。其實呢個機械人咧就係 UBTech 嘅 AI 機械人啦，叫 UGO。咁其實佢同我哋一直以嚟都合作好耐嘅夥伴，叫 Big Dipper Studio。咁佢哋就簽咗一個硬件同埋即係比賽獨家 RoboG 香港嗰個代理協議，係咁就揾我哋 ITD 嘅教育科技公司啊，去即係做一個課程嘅培訓。係啦，培訓完學生之後咧，就可以即係推廣佢哋出去參加一個即係正式嘅比賽啦。咁我哋都有18區嘅比賽，有搞過屯門區，近排亦都有搞過黃大仙區嘅18區大賽嘅，係啦。咁我哋 Hackertel 都會即係盡全力去幫手去宣傳啦，即係做一個友情嘅推廣。咁我哋都有搞啲私人班嘅。係啦，咁呢個都會即係 Hackertel 會幫手做一個友情推廣咁樣。即係你喺社會方面，你都幫到好多教育方面啦，喺科技方面。係啊，因為呢個證書其實就都有一個認受性嘅，佢真係即係世界機器人大賽 WRC 啦，同埋有 UBTech 嘅即係官方嘅認證，即係對小朋友嗰個升學面試可能有啲幫助，同埋已經係記錄喺大陸嗰啲白名單賽事裏邊，即係可以幫到考內地嗰啲名牌大學嘅，所以可能對家長或者學校升學呢方面，佢哋會係 buy 咯，即係願意去投資時間啊，同埋金錢去做呢個嘅比賽咁樣。我頭先我同你傾偈嘅過程都留意到一樣嘢，你由起步開始到現在你擁有嘅嘢，譬如你接觸世界機器人大賽啊，或者攞一啲代理啊，或者你喺全世界做緊啲高步嘅教學裏邊，一步一步咁行落嚟，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呢個心路歷程啊？我覺得好多人都想知嘅，其實。都可以即係講翻少少關於即係分家嗰個歷程啦，其實係咩回事，即係抱住啲咩心情？因為嗰陣如果係有喺科技行業有留意嘅朋友仔咧，都會知道我同即係上一手咁，其實都有啲不太愉快，甚至係即係覺得唔係太有俾人尊重嘅事件啦。咁我嗰邊嘅人都即係俾佢哋就唔係太愉快啦。尤其是即係我嗰邊共事嘅人都提議不如走啦，即係我哋唔做，我哋跟你即係獨立自己出去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我嘅心情係都好複雜嘅，加上上一手就唔太想接收翻我哋。咁我唯一嘅出路就真係自己出嚟做，咁加上即係嗰時候好多即係反對啊、質疑嘅聲音啊，我都知道如果我咁有心，原本咁有興趣去做資安啊或者教育科技呢樣嘢，我係因為呢啲人打擊我係算數嘅話，就真係可能一世都算數嘅，即係起唔翻身嗰隻嘅，即係一個傷痛咯。我唔想佢係成為我一個遺憾。或者一個我係覺得好羞恥嘅嘢，明明我自己咁中意呢件事，我就應該係有能力去有責任去守護佢咯。所以我係成個人都改變起來，即係我嘗試去積極去睇呢件事，同埋尋求下睇下有冇其他機會啊！即係總會有啲人係同情我嘅經歷嘅，或者係想幫手嘅，所以我都係好積極去揾呢啲機會，同埋即係低調做實事咯。即係大家可能對我嘅實力啊，或者技術，你冇 share 喎呢啲會有啲懷疑咁樣。咁我都係透過一啲講座啊，同埋教學啦，直情去親身 demo 出嚟，去 show 翻我自己嘅實力。咁即係同大家講小妹唔係一個即係好勁、好無敵嘅人，但係即係你要有我嘅實力，係會有我會 show 到俾大家睇。我想大家去信任我，所以呢一點係真係一步一步咁樣行出嚟咯。所以你話如果我寄予一啲後生仔，當然我唔希望你經歷我呢啲嘢啦，係啦。當然呢個要第一講先嘅，就係第二，有時候即係逆境去到好差嘅情況，即係總會有一線生機嘅。唔得咁咪等下先咯，同埋可以即係做下自己啲實事啊，得閒即係去 develop 下自己啲 product 啊，同多啲人即係傾下偈啊，同啲前輩即係傾下啲可能性啊，即係覺得請教下我而家呢個狀況。我啲咩不足，我應該要點樣做？
即係例如曾經有前輩咁樣同我講嘅，即係呢件事不如你都係低調翻做翻實事，係啦，即係你交代翻成件事，你出走咁就完咗去啦，你做翻你自己實事，show翻個信任同埋一個專業俾人哋睇先啦。所以我都係得到好多啟發，我會建議即係年青人會咁樣做嘅。OK， 即係勇敢地面對，勇敢地做實事吓，面對呢件事吓，同埋 reach out for help，真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唔好怕醜。好，咁我想再嚟問一問啦，嚟緊咧，你而家創業最現實嘅目標係啲乜嘢咧？以教育科技嗰間公司啦，因為真係啱啱都算 reboot 翻成間公司，我會想喺即係現有一啲中小學嘅隊伍數目，我哋有成50幾60幾隊嘅，係都有好多學校。咁我哋目標咧係想一路有持續嘅增長啦，越嚟越多嘅學校係玩我哋嗰個機械人嗰個比賽嘅，係啦，即係 YouGov AI 嘅比賽，呢個係第一點我會想做啦。同埋私人班嗰方面，我會想暑假同埋陸陸續續 regular 係會開到一啲即係 STEM 班，係有持續性嘅客源嘅支持同埋增長啦。咁同埋 Hackathon， 我會想我嗰個瀏覽數量，因為其實我一個月有唔係好多嘅，幾百萬啦喺 Threads 上面係啦。咁我會想去到成1000萬有機會嘅話，係啦，會有多啲嘅曝光，會有多啲嘅機會，即係持續都係有合作同埋生意嘅往來咁樣咯。好，到呢段時間咧，我想你可以用一個 emoji 代表你而家嘅狀態。我會想用嗰個有2把劍，即係插喺中間嗰個，係啦。咁嗰個 emoji 就應該我會話係一個奮鬥嘅 emoji 啦，係一個積極向上嘅 emoji， 同埋一個即係 expand 緊我業務嘅 emoji 啦。因為我都話我間教育科技公司或者 Hackathon 都係即係持續去 expand 中嘅，去探索唔同嘅可能性。其實我創業就你當我1.5年左右，咁我相信即係陸續都會有更加多嘅合作，同埋會有更加多嘅經歷。所以我會用呢個 emoji 嚟代表自己，都勉勵自己去即係繼續努力，係啦。OK， 好，最後一樣嘢啦，我想你對你10年後嘅你有咩說話可以同自己講？因為我其實有睇一啲玄學，有睇盤嘅，即係大概知道自己10年嘅大運行到咩回事，係啦。所以我粗略估一估計啦，再綜合我自己個人嘅觀望期望啦。咁其實到時候我應該會有一個更加穩定嘅資本啦，同埋即係更加穩定嘅人物啦，會有更加多人去見到我噶啦。嗰時候係啦，咁嗰時候嘅 challenge 我會 foresee 到就係點樣喺創新同埋傳統去即係達至一個平衡咯。即係我會想開始栽培一啲後輩啊，同埋去即係真係睇下有啲咩其他可以做嘅，所以我會同自己講，累積咗嘅資本，累積咗嘅努力啊，我已經即係做得好好啦。咁嚟緊應該要即係擺我嘅才華，我個 talent 盡情去發揮，即係除咗去賺錢之餘，係想繼續回饋翻去資安同埋教育科技呢個行業，係啦，要繼續栽培更加多嘅學生，更加多嘅未來啦，係啦，更加成年人嘅未來啊，成年人都有未來嘅，我想講，即係而家大家壽命咁長，係啦，即係一個40歲嘅人都即係大家好想創業或者轉型，因為我有睇過啲 stat 咧。其實 average 嘅 CEO 或者創業，其實中年係一個中位數嚟嘅，講真，所以我都想賦予即係大家一個未來咯。我嚟緊10年，我會想做呢樣嘢，所以就話10年後嘅自己即係繼續加油，我同自己。係啊，我嚟緊希望10年之後咧，我哋訪問多你一次，同佢傾多一次偈，好唔好啊？好。今日咧就好多謝阿 Kaso 咧嚟做一個訪談，都分享咗佢自己創業嘅心路歷程啦。咁啊，好多謝你。今日嚟到好多謝，多謝，好。OK， 歡迎下次再嚟睇我哋企業超 Talk，拜拜。拜。